民国63年，伫渔光岛创立的水福医治中心是台南第一个办理儿童早疗的单位。去年市府清查脑骨建筑时，初步发现行政中心这栋抵抗地动的标准无过关，所以中心家己开钱，请土木技术工会详细评估。这本厚厚的建议书就证实内证已经无符合标准，需要征收。其中类似这款钢筋外露无修补情形，毛明显增加。不过1楼到4楼做到好要2600万，对中心来讲，比一档需要募款的经费较济。消息传出去以后，地民众一点一滴的关注，到3月初为止，也有300-400万的缺口。非常感谢社会大众对瑞复益智中心的关爱，然后我们从在网络上面还有电视媒体对我们的关怀，到目前为止为这一个耐震补强的案子，我们还有一些的缺口，大概是300-400万啦哈，目前是这样。但是因为我们中心本身它也是捐助的部分也有一些我们讲说排挤吧。因为我们每一年的需求就是要正常营运的话，也是要2000多万的经费，然后为了这一个就是 double 的部分哈，所以也祈求也是希望社会大众也持续的关注瑞复益智中心给予我们的协助跟帮忙。为了感谢这段期间民众的爱心关注，随和青年孙秋刚所做的爱草条甲陶艺作品，包括创作副本，也拢成为因回馈甲梦想的勇气。因为我们青年会的像是我们的陶艺盘啊，我们的那个艾草条啊，他们也很希望说，透过他们的工作的部分答谢社会大众啊，所以在募款的方案里面也有他们努力的地方哈，就是捐助了，他们就用他们的产品啊答谢。对于我们关注的爱心朋友们，谢谢帮助瑞复的朋友们，谢谢你们。台新闻郭文吉、林英庚采访报道。